一清二楚。文輝，係咪你偷咗我個鉛筆啊？我對文輝嘅為人一清二楚，唔會係佢做㗎。文輝為人膽小怕事，又怎能偷你嘅鉛筆呢？好，我相信文輝。一清二楚指十分清楚同埋明白，近義詞有一目了然，反義詞有不明不白。例句：我是文輝最好的朋友，對他的為人一清二楚，他絕不可能拿你的東西。二，經過小偵探和朋友的努力探索，這件事情的真相終於一清二楚了。成語競技，除咗一清二楚，還有很多含有數字的成語呢。是根據成語計算機的提示，把數目字填喺空格內，組成正確的成語組合。例如一清加二楚等於三。咁一乜嘢頭加乜嘢鼻係等於九啊？二乜嘢分加乜嘢列又係等於九啊？三乜嘢通同埋乜嘢達係等於12？四乜嘢嘴同乜嘢舌係等於15？五乜嘢奇同乜嘢怪係等於1100咁多？一清二楚。星期六，媽媽正喺廚房入面整蛋糕，美儀就喺客廳玩平板電腦。美儀，幫我喺零食櫃裏面拎啲朱古力嚟啊！好啊！朱古力喺邊度呢？搵到啦！媽媽，我拎到朱古力啦！美儀，你攞錯咗啦！呢一個係朱古力餅啊，櫃入面左邊嘅先至係朱古力。睇嚟美儀嘅視力差咗，可能要帶佢去驗下眼先得啊！一個星期之後，美儀，快啲試下副新眼鏡，睇下點樣？媽媽請美儀幫手做啲咩啊？眼鏡、朱古力、薯片、朱古力餅乾。為什麼媽媽認為美儀嘅視力下降？因為美儀整天玩平板電腦，因為美儀看不清楚巧克力和巧克力餅乾，因為美儀看不清楚她臉上的暗瘡，還是因為美儀做功課有很多錯字？美儀後來能把事物看得一清二楚的原因是什麼？美儀的視力變好了，媽媽帶美儀配了眼鏡，美儀學會了玩平板電腦正確姿態，還是媽媽限制了美儀玩平板電腦的時間？一飯千金，佢曾經吃咗我一碗飯，呢個係我還俾你嘅。你曾經借咗我一件衫，呢個係我還俾你嘅。你曾經借出間屋俾我住，呢個係我還俾你嘅。你這骨頭是給我的嗎？我以後會一飯千金地還給你。一飯千金係形容接受別人嘅恩惠後，厚厚咁樣去報答別人。近義詞係感恩圖報，反義詞係忘恩負義。例句係一，這位富豪擁有一飯千金嘅精神，決心要
報答所有曾經幫助過他的人。2. 我只不過借了美兒幾支顏色筆，沒想到美兒竟然一擲千金的回報，送給我一整盒顏色筆套裝。我只不過借了美兒一支顏色筆，沒想到美兒竟會送給我一盒顏色筆套裝。相比沒有用成語的句子，例如2用了一擲千金的成語，就更加突顯了小小恩惠和大大回報的對比。以下嘅彈珠可以組成哪個成語？把能組合起來的成語填在橫線上。一擲千金。漢高祖劉邦身邊有一個非常能幹嘅大將叫韓信，佢出身貧寒，既唔識種田做買賣，又做唔到官。喺冇遇到劉邦之前，佢嘅生活非常之困苦，每日只能夠去河邊釣魚，碰到運氣好就有魚充飢，但佢成日都要挨餓嘅。喺韓信經常釣魚嘅地方，有好多靠洗衫為生嘅老婆婆。其中一位老婆婆見佢餓得太犀利，好同情佢，於是就將家人送俾自己嘅午飯分咗一半俾佢食。連續幾日，呢一位僅能用自己雙手勉強糊口嘅老婆婆都俾飯韓信食。韓信非常感激佢，向洗衫嘅老婆婆深深鞠咗一躬，對佢話：你咁樣照顧我，將來等我成就一番事業之後，一定會好好報答你㗎。老婆婆聽咗韓信嘅說話，好唔高興。佢只係希望韓信今後努力自強，唔需要韓信嘅報答。望住老婆婆離去嘅背影，韓信暗暗下定決心，有朝一日發跡啦，佢一定要實現今日嘅諾言，重重報答呢一位老人家。後來韓信投奔劉邦，立咗唔少功勞，幫劉邦建立咗漢朝，被封為楚王。佢諗起以前曾經受過老婆婆嘅恩惠，返到故鄉之後就派人周圍打探老婆婆嘅消息，終於揾到嗰位老婆婆，送咗黃金1000兩俾佢，好好咁答謝佢。一擲千金，形容接受咗人哋嘅恩惠之後，厚厚咁報答別人。小朋友，如果我哋得到人哋嘅幫助，就算係一件好小嘅事，都千祈唔好忘記啊！當我哋有能力嘅時候，應該報答返幫助過自己嘅人。